写上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块，你揸登去哦。来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阮这边是美女水喷喷，来5号。无看到你足久啊足久啊欢喜过来算我来第2届啊！今日介绍你的队员，大家好，我是赵vũ輝。即届我甲队友共款，嘛是第2届来。嘿，我较早住台中，所以常常伫厝甲爸母拢讲台语，而且我嘛会为看戏剧来学台语。好，欢迎你哦。来个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吴丁基。我嘛是细汉的时阵，就是阿公阿嬷住伫附近，就伊拢会甲我讲台语。欢迎欢迎欢迎丁基。好，来个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陈诗莹。我自细汉教阮阿嬷学台语，因为阮阿嬷无读书，所以爱甲伊交流，拢爱讲台语，袂晓讲国语。嘿，所以我自细汉听甲大汉嘛，讲甲大汉。好，来欢迎你哦。来个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陆爱薇，我头1届来，今仔日一定爱赢。欢迎你来哦。好，我甲你讲，上强的是啦，队好啦。哦，有队好哟，要化解化解。生笑，来啦，气势气势。再来一个，来，3、2、1，美露水混混，奖金拢好哦，袂歹袂歹。透动的啊，来换恁这边。恁这边是美女水喷喷，是无唔对？阮这边啊，叫做朋友人巧巧，欢迎咱的队长王晴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晴。这是我第2摆来。你第2摆来？顶摆来差不多3年前啊。有摕到奖金吗？听讲阮朋友有摕到。哦，因为袂歹袂歹。真久之前我已经袂记哩啊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。今日我带4位朋友来，4位拢比我更较巧啦。好，来第2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晴的朋友，我叫做赖千武。千武，我是一名歌手。啊，我的台语是我自细汉的时阵，我是阿嬷饲大的。我出世讲的第1句话啊，我就是先会晓台语甲国公语。好，欢迎你。加油加油！来，搁刷入去。嗨，我是 Debbie， 我是王晴的闺蜜。我是高中的朋友，同学啊，到今摆差不多20年啊。20年啊。我嘛是金门人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加油啊！好，来搁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新路晴，我是王晴的朋友。今日咱唯一的公主来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明定，我是演员。好，来3、2、1，朋友人巧巧，奖金赢了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有影有气势啊啦，气势安尼就对啊啦。对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啊，欢迎咱今日的国文老师罗光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心实，接讲恁会有好成绩。哦，爱接讲，爱接对，讲听老师的就无唔对啊啦吼。今日的第1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句，2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2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句。你一句我一句哦，加油加油！无唔对，啊分数哪算？咱拢总3题。3题。嘿，看谁会使先赢到2分，就使得到这回合的5000块奖金。5000块的奖金哦。好，来手赶快放在另个顶面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阮男朋友安怎的时阵，互人足介？是，我男朋友哦，安怎的时阵，会互人足介意的。好，来请手答。好，来这边。水喷喷。阮男朋友伫咧买花互我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的。买花互我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。是的。买花互我的时阵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嘿，来，男朋友讲完啊，换你啊。好啦，
阮男朋友对我温柔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的。哎呦，对我温柔的时阵啦，吼，俺足介意啦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这边的。阮男朋友教我塞奶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。哦，教我塞奶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这边塞奶啊哦。阮男朋友煮饭予我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。煮饭予我，敢若有减一个哦。要讲换一个，要换一个，啊，伫厝煮饭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的，敢哦，袂伫厝煮饭的时阵呐，老师安对唔对？会使。嘿，来这边。阮男朋友教我照顾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的。哦，教我照顾的时阵呐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冇问题。哎呦，过来。阮男朋友为我嫁配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的。哎呦，为我嫁配，为我嫁配的时阵，互人足介意。老师安对唔对？哎，嘿，迄个意思啦，嘿，老师无介意。互老师一点仔时间，老师无男朋友啦。伊即句话上大的问题就是吼，可能较花语味啦。咱台语正常的讲法是讲，教我嫁配，替我嫁配，较袂讲为我嫁配。你若讲为我，应该是为我辩护，安尼就会使啦吼。较抽象的概念袂使，但是你讲嫁配这种代志，咱生活中的代志，咱可能讲教我安怎，替我安怎，较袂讲为我安怎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咱过来一题啊哦。听我讲，敲手代表在当起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要去安怎，拢会穿甲真安怎啊？哦，要去安怎，拢会穿甲真安怎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这边的跳跳。若是要去游水，拢会穿甲真清凉。哦，游水甲清凉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冇问题。哦，再来。若是要去约会，拢会穿甲真美丽。哦，要去约会会穿甲真美丽，老师对唔对？冇问题。哦，袂歹。来，跳跳的。若是要去婚礼，拢会穿甲真。这安怎？喜花，因为伤多形容词啊，伤多啊，若要去婚礼，算袂出来啊，都爱穿甲喜花。哦，来，我来问老师，要去婚礼，咱都爱穿甲喜花，安尼对唔对？拜托。开始。迄就是喜花袂晓讲啦，对啦，但是意思知影，就是袂晓讲喜花。老师等下甲你讲，好，来分数。恭喜水母得了第2分咯！来，老师解释。咱若要讲安尼，应该是讲真正式、真大班。大班呐，大班呐，对啦，大班会较好啦。啊，伊讲喜花，咱一般讲喜花是讲，这人吼伊真无老实啦，无脚踏实地，这人做代志足喜花的，拢敢若顾表面。爱风神，但是无做正经代志，才会讲喜花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哦，今嘛真紧张呢。嘿，阮这边哦水喷喷2分啊哦，啊那这边翘翘的。还没开始。啊袂呢。加油！好不好？咱阁有最后一题哦。好，好来手跟我另个点面，听我讲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听到什么声，就是代表什么啊？哦，听到什么声，就是代表什么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好，来咱水部门听到落雨声，就是代表要落雨。哦，落雨声。哦，若是听到落雨声，就是代表落雨啊。哦，听到落雨声，就代表落雨啊。老师对唔对？安尼无问题。好车大，来，跳跳。若是听到弹雷声，弹雷声，就是代表要落雨。哦，弹雷的声，就是代表要落雨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无问题。嘿，来，今日个想哦，来。那听到炮啊声，就是代表在庆祝。哦，老师，安对唔对？冇问题。
若是听到救火声，就是代表熄火啊。哦，救火声就是代表熄火呀。哦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好难啊！来，先给咱5000块的奖金，来，恭喜师傅得到第3分哦。来，咱来问这为什么是安怎嘞？因为恁其实拢知影意思，只是唔知要安怎讲。吼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，恁就知影吼。来，老师，伊这敢若使放2字啦吼。啊，恁拄则讲迄个吼，拢是应该加一个车啦。救火车的声，还是讲迄个救护车的声吼，安尼字就袂下啦。所以你会当讲，就是讲你会当讲听到铃仔声，就是代表要上课。铃仔声，铃铃铃铃铃铃。也佫有足济啦，吼，就讲听到狗仔声，就是有快递，就是人要来送批啦。哦，上批来。嘿，也佫有种听到电铃声，就是人客来。哦。有足济咱讲啊，你该想啊，你因为迄吼斗开拢袂下啦，你救护的声，咱无讲救护的声，咱讲救护车的声，安尼斗落袂下。因为字伤济，咱敢来当2字尔。好，谢谢老师解说。来，咱即摆看一下分数，先看咱这边的水分分。是啊，恭喜因得到3分哦。嘿，啊来咱巧巧的咧。即马阁是共款，还未开7-0分。哦，咱搁飙落去哦。来去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台语望看麦。紧来定高机。哦，要望在倒位咧？望咱日常生活内底拢会看到知影的物件啦。嘿啦，有吃的啦吼，用的啦吼，啊无就是动物啦。哎呦啊，这是大家上惊的啦。应该是袂当吧，伊袂叮当。哇海吗？会叮当诶。你较温柔的，应该较袂叮当。对，望看麦嘛。来，吼，好来，请看头前哦，看头前哦。目睭看头前，嘿，来，咱台语望看麦。知影无？来，长长的，啊头前，敢若有毛嘿。有毛，查某，逐工拢会用，大家拢会用哦。吹头毛的时阵，是啥物？螺，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是不是螺？大人囡仔整理头毛拢会用到的物件，伊的台语安怎讲咧？咱台语望看麦。来，请望伸入去，紧来，望到知影的星期，知影无？是啥物？是长长的，啊头前，敢若有毛嘿。有毛，然后查某像阮，逐工拢会用，哦。吹头毛的时阵，伊是，所以是一个啥？一个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拄仔无忘掉，拢有客气啊。叫螺啊，来讲较清楚诶。螺头毛，螺啊，确定哦。我问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是不是螺？健康。勇敢讲出来就对啊。对啦。来分数。恭喜咱迄边得了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咱台语的真侪动词吼，那加啊伊就会变做名词啦。是。咱若大头章，伊拄仔可能一个大头章的物件叫做螺啊，啊若开酒馆的物件就叫开啊。嘿。是。所以咱台语常常拢用动词，就讲要称重的物件叫做称啊。称啊。哦，咱用迄个动词加一个啊，伊就变做个名词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大头章的物件叫做螺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拄啊开始尔嘛，咱过来试看第2题是啥物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其实吼，这个回合就是吼，你若有打，你懵着了就紧的讲。啊，你毋过你的紧张是因为啥货？我咧惊是活的，我即摆真正伫咧做。惊啦。无啊，是啊啦，是啊。我
我就惊是我的物是件。啊，惊够有味哦。味哦，即摆是大大，不过即摆无味啊，即摆无味啊。就恐是，伊嘛压力足大的啦。会啊，因为阮即马都无分啊，就大个，就更小的啊。不要紧不要紧，上会甲你斗三工。免惊免惊。好，一定会甲你斗三工，准备好啊！好，来，咱台语望看卖，目睭看头前，看头前。来望看卖。请望，冷冷等等哦，冷冷等。这是青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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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的。好，来青的啥话？梅啊。哦，伊足长的，伊足长的，伊足长的。啊，查甫人袂穿，查甫人袂穿。查甫人穿的啊。嘿嘿嘿。要毋过我唔知要安怎讲，是尼龙做的。嘿嘿，你来龙做。西瓜，西瓜。梅啊，西梅。西梅嘛，西梅。对。西梅啊，西瓜。西梅，西瓜。西梅，西梅。嘿。诶，佮甲你小提较醒亲切一下，好不？中啊，佮欠一西梅。哦。西梅，快点。差不多啊嘛。就西梅啊。我问老师哦，好，就西梅啊嘛。老师是不是西梅？健康。来，邱老师来解说来，老师。伊拄则讲西梅安尼就唔对啦吼。啊，若讲西梅啊嘛唔对啦。啊嘛，袂使干那讲梅啊，因为梅啊种类足济，啊这是其中的一种较特别的。查某人咧穿，啊咱台语是叫做西亚梅。白手啊！加油！刷来去，刷来去就无变牛啊！哦，好来，今日我来。咱即马要摸这个物件吼，是，其实我感觉伊足无点的，也无啥货啊。但是袂使看鸟的无点嘛，伊会造成伤害呢。无毋对，而且咱平常时啊，袂当吼有人伫边啊，迄起着真正会伤害啊。有影。好，准备好啊哦，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咱台语望看卖。请望。来望。豆，有望到无？那么，那么，这，对。后边，这。望看卖。望到了。加油！望看卖哦。这是什么？讲看卖。你看已经做成伤害去啊啦！伤害物件，你这伤害物件，你这。请你讲看卖，讲看卖。哎，讲看卖。米啊！啊，米啊什么？米啊蹦。米啊？米灰。米灰。放。哦。青鱼啊！青鱼啊！青鱼啊！哦，青鱼啊！有一个讲词啦。鱼啊，塔啦。鱼啊，塔啦。敢是？我唔知影。来试看卖好无？好。鱼啊，卡啦。老师是不是鱼啊，卡啦？应该。我感觉真有创意啊！哦，鱼啊，卡啦。吼，因为知影伊的意思，知影就会较卡起来啦。对。嘿，安尼你应该搁较清楚啊。爱为。只是讲迄应该咱无定定咧讲。爱为换你答。好，蛙鱼康。蛙鱼康。乌鱼康。乌鱼康。蹦。乌鱼康蹦。不是。那蹦鱼应该唔通啦，看个鱼啊蹦。乌鱼康诶。乌鱼康诶。什么会？好，乌鱼康诶，乌鱼康签嘛。乌鱼康签嘛。来，老师，乌鱼康签嘛对唔对？对。不要紧，来这边机会。鱼康青啊。鱼康青啊。所以你感觉是青啊？青啊。确定啊？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鱼康青啊？嘛唔是安尼讲。来。青啊，卡啊，蹦啊，会蹦嘛？考啊。高啊还是考啊？考啊。鱼康考啊。哇，鱼康考啊。嘿。哇，嘛袂歹哦。来，老师是不是鱼康考啊？嘛唔是。迄个音啦。来，迄个讲法。咱拄则有讲吼，动词加一个啊，也变做个物件的名称啦吼。是。啊，咱这是咧讲白鱼康啦吼，所以叫鱼白啊。鱼白啊。
安尼记得哦，鱼白啊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大家叫学一个啊，吼，好，来，咱今日哦，活人哦。有时阵哦，咱这吼道具放下去了哦，其实是有味的哦。我有闻到这个味，啊，不过我唔知影，我只是感觉这个物件哦，咱等下咱就较轻的，因为吼，其实吼嘛是真危险。对啦，卖替阮的，卖甲阮的道具造成伤害，拜托。我是感觉唔通拍算啦。哦，对啊。当食的是吧？哦，哎呦，跳哦，吃的哦，跳哦。好来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来请无？请无看头前哦。谁啦？豆豆啊摸。哎，袂当摸手哦。袂使头牵手哦。哎，冰婷，若知影就紧零。哎，你伫对人的手摸落安尼。摸掉就吃啊，个屁，是这种水果吗？什么味？哦，会当，你会使继续讲啊？来你还袂起身进前。什么啊？应该唔是西瓜，应该是是啥物？你认为是啥物？你感觉唔是西瓜？涩，哎呦，个崩看来，啊，伊出汁啊？嘿，个崩看叫啥？哎呦，你拄啊讲的，你来试看卖。我想讲是蜜来安怎讲？芳龟哦，厉害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咪芳龟？还是香龟？啊，紧起。来，换你。来，应该是西瓜。西瓜。你要偏会使啦，你莫一直做陶醉的表情诶，我要确定是啥物味啊？莫是享受。歹势演员就是安尼啊，一定爱偏个。爱皮爱有享受的表情。西瓜。哦，西瓜。确定？真正？确定。西瓜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西瓜？来，分数。恭喜这条第2分哦。对，这西瓜品种真侪种啊！啊，一般来讲，咱会甲这个叫做小糕啊。不过一般来讲，咱有时讲专业时啊，食西瓜是无去加分甲遐尼油啦。是。吼，啊，你若要讲，还有啥物乌米仁，啥物种这种，咱唔免分解油，咱讲一般人嘛不一定知啦。啊，咱就是讲这度拢通称拢是西瓜啦。西瓜。啊，这我袂晓讲啊。是大西瓜，甲细粒西瓜尔啦。吼，好，老师谢谢。来，有无？赞，这粒好食，好食吼，好，摕去切。来，上尾啊一位啊哦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你名介古锥，西营，吼，无西营的。阮这名叫个古锥咧，阮这都底笔的，不是长笔是底笔。歹势哦，阮这边都有顶真的哦。阮这边够1000、2000的。其实啊，台语哦，就是安尼十古锥，念起来拢其实看名甲哇，诗吟很好听啊，吼，对无？最好听诗吟。啊，咱台语的意思，哦，真正无诗吟，就一直伫无言，一直伫无言的意思啊。是，安尼恁会较袂紧张啦。拄食迄拢足简单的啊，对无？是毋是？西瓜哪有啥物通好惊？对啊，只是叫你闻看卖，啊，有味互你闻到啊。对啊，准备好啊哦。好，来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这是啥物？豆摸，来，脑筋，你确定？来，脑筋，好，来，老师，脑筋对唔对？还对唔对？哦，嘿，来，我这边。底笔的。幽灵。啊？幽灵啊。幽灵哦。幽灵嘛。来，老师，幽灵。哦，无安尼讲哦。来，搁有机会哦。两个摸。搁摸看卖。你摕开摸看卖啊，摕开叮当一下啊。我不要讲。伊知影什么物件，但是伊袂晓讲。对啦。不要紧，你用你的方法，你用你的创意念看卖这是啥？秋有灵，袂歹啊。赞哦。秋有灵吗？灵啊，哦，无的确是老师有你对哦。老师是毋是秋有灵？还是咱嘛唔是安尼讲。哎呀，哎呀，台语咧讲。
对，这真哈你讲的啦。哇，迄西公啊，拢会压。对。伊叫做啥物？两个字。嘿嘿。两个字。零啊。零啊，哦。零啊，可以哦，反正哦。真简单哦。零啊。零啊。来，老师零啊，对唔对？零啊，会哎呦。就免惊嘛，来分数。恭喜你的第3分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哈，来老师。其实有足侪讲法来讲零啊，还是讲凉啊，还是讲阳啊。拢会使讲，伊拄则讲西公，咱讲西公阳啦，西公阳，西公迄个阳啦，你讲阳啊是会使，零啊，还是讲凉啊，拢有人讲，拢会使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来，咱请回，哎呦，画蛇添足了，其实哦，啊，不过即马学的分数吼，是，哇，就甲你讲，真正会变盘啊，真正变盘，是啊，咱先看一个分数，咱看阮这边，水分分，即马得了1分。嘿，啊那咱朋友巧咧，巧这边得了3分哦。所以讲，咱奖金伫倒位？奖金1万块，伫咱家人巧。冰盘，无唔对冰盘，今日的第3回合无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即摆情况哦，就是咱水分分这边5000块，5000块，啊，咱这边巧1万块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半桶师通常拢是咧讲什么款的人 ？A. 无拜师功夫就足好的人 ；B. 功夫无够精 ；C. 拄啊出师的师傅。哦，来，连入10秒时间，请开始。半桶师哦。是免拜师功夫就足好。半桶师哦。是功夫无够精哦，还是你著拄啊出师？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咱同齐哦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哦 ，B B C C C， 这边是 B B B C C， 哦，就敢若 A 无尔，你的答案是 B 甲 C。来，有无？你谁若感觉是 C？ 半桶师，A 就无可能嘛，讲功夫就好的啦。嘿啊。啊 B 功夫无精，啊毋过半桶感觉嘛毋是够无精啊。是。啊毋过嘛是有可能，所以阮分对。哦。咁我是感觉 C 较有可能啦，就是拄啊出师的师傅。啊无讲介师啦。所以是一半，到一半，才行到一半的感觉。往前。其实阮是感觉。半桶师听起来敢若是半仙的感觉，半仙，还是都是都是差半师傅。阮感觉是 B 啦，也毋过为着要分刷风险，所以阮就选 C。就 BBCC 啦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 加到2条命，麻烦C甲我试哦。失败，嘿。啊，那咱这边是哇3条命，恭喜。哦，是安那会是 B 咧吼？来，老师。好，咱过去吼，人讲学师啊吼，爱学3年4个月啦。是。啊，转来伊学到一半尔吼，啊，就讲出来要共做代志啊吼。啊，无一定一档代志拢做会好啦，有诶做会好，有诶做袂好啦，因为伊也会学好嘛吼。所以咱讲这叫做半桶师啦。所以就是讲学功夫学也袂会当出师，也袂学甲真精诶人，咱叫伊半桶师。嘛有人讲半路师。我拢听到是假路师。假路师是韩版的意思啦。假路师佫无共款的意思。假路师是足韩版的。韩版的，好。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刷落去哦，来，请试后一题。好，上个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金门传统有拔饼的活动，咧用来咧
测迄个几年的运气好啊歹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什么日子会举办咱这个博饼咧 ？A. 中秋 B. 中元 C. 冬节。中元不是要拜好兄弟嘛？我想讲，想讲迄饼会使摕来拜。嘿，哦，嘛有道理。我有的呢。是，你感觉是中秋吼？嘿，因迄边的金门人，因嘛是都 A 呢。所以讲无定着你的是对哦。中元博饼嘛，迄嘛有线上的，金门人就会当网络博饼。哦，安尼哦。金门上届热烈的活动会踮什么日子来举办呢？讲过回来，你就知影。好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哦，金门咯，金门人啊，只有2个金门人哦。啊，这边无金门人呢。啊，这就爱有啊。是，到底是中秋、中元还是冬节咧？来个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起答案。来，请起答案。哦，金门人讲的。啊，甲遮无金门人呢，遮风险已经分开啊。我来问一下吼，嘿，你选 A 中秋，我有的呢。是，你有的。嘿，你感觉是中秋吼？嘿，因为我无参加过迄个活动。是，所以讲哦，因为我吼，我咧想啦，我要啥要问你是因为，因迄边的金门人，因嘛是 A 都 A 哦，呢。因有2个金门人哦，所以讲无定着你的是对哦，是。认真，你有感觉你是家己较定是因为中元哟？因为中元不是要拜好兄弟嘛？我想讲，想讲迄饼会使摕来拜。嘿，哦，嘛有道理。来，咱金门人，你捌听过也是讲捌去算过这个活动？听过，第一个直觉，哦，唔是啦，就是中元博饼嘛，就是有一个碗大碗公啊，内底有晒豆啊，一把豆啊，有花色，无同款的花草，无同款的花草，啊有一个会当。嘿，都是有一个盘，啊，内底有你若是第几点？哦，就跟咱水果盘共款啦。啥物奖上大奖就是中元，所以讲是中元博饼。所以讲恁金门，恁嘛拢唔捌去参加过这个活动。迄嘛有线上的，嘛会当线上，金门人就会当网络博饼。哦，安尼哦。外地人嘛会当去。参加，啊，拢会当得奖。哦，得奖，拢会使得奖啦。是讲话就是有一个图，顶边几点，啊会使去缀迄个图啊，看出几点就会使得，啊上大奖就是奖。所以讲到底是毋是金门人所讲的？中秋啦，伊若讲唔对，爱配伊爱食落去。应该是中秋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麻烦起失败哦，咱这边有3条，这边有1条哦，所以讲咱来搁较珍惜这条命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加油！咱一般来讲哦，这日内面哦，敢若中秋才有饼啦。剩的哦，这日对来讲中元哦，中元咱一般像阮伫家人哦是毛菇、碧桃甲果啊，无饼哦，咧拜拜是啦。啊，你啊，咱另外一个答案是冬节哦，冬节是圆啊啦，咱台湾人冬节做圆。啊，中秋是食饼吼，食月饼。啊，金门特别就是讲，因这个节日吼，因就是拄则讲的，迄一把豆啊吼，伊去甲剥落以后，看出什么花色啦。啊，伊顶面都有一个图，每一个花色什么奖品，每一个花色你剥出来什么色的，就是什么奖品。你照迄个花色去对看，你就有什么奖啊？啊，其中呢有的大奖，有的小奖嘛吼。啊，我会记2、3年前我有去金门啦。啊，阮有去参观一个酒厂，啊，酒厂嘛，互阮大饼，但是伊毋是用饼互阮做奖品啦，吼，伊是酒互阮做奖品，啊，看什么人？钓真济等我拢无钓，嘿，所以歹势讲啦，对啦，有人钓啦，但是我无啦，吼，啊，其实伊个奖品
无一定足大，希望你买酒啦，啊，互你试一下运气啊。但是每一个人哦，你啉一杯酒试看卖啦。哦。哎，就是金门的特别的一个活动，拢伫中秋节办。啊，当然伊个奖品就是有饼啦，哦，迄饼会咱摕转去拜拜安尼。是。谢谢老师，真正咱观众朋友若有兴趣啊，吼，对这种活动有兴趣，通啊去看的。吼，即马网络遐尼啊，落个试者，吼，讲咱金门什么活动啊，你嘛通啊去参加。有影，使去参加。去试看卖啊啦，吼。感受一下。好，来这边一条命，这边3条命哦，你继续哦。好，来，替我试一个，后一个，讨论啊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朋友甲你讲海沙煲拍干乐，代表伊即马安怎咧 ？A 足孤单 ，B 手头闲 ，C 无可能。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A B C。系啊，海沙煲拍干乐。足孤单，手头闲，无可能。我都拍袂起来，莫搁讲答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请示答案。哎呦，真好，赞！因为咱这边一条命啦，咱爱真珍惜伊。所以讲吼，来，咱的艾米，我的队友讲可能是 B。我就相信伊。海沙煲去拍啥物，敢若拢是可能去做啥物工课啊，是安怎？所以阮又讲是手头闲啦。手头闲。因为去佚佗无做工课，所以趁无钱。哦。啊，毋过嘛有种可能，你去看海沙煲拍干拢哪有可能？对啊，对吧？是，主要是其实哦，阮5个人拢唔知影啥物是干乐。干乐就是陀螺啦。等下老师会好啊，甲你解释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咧讲的时候，干乐是啥？干乐是啥？等下就知影干乐啊是啥货吼。不要紧，这个是 B。是的。吼，咱这一条命真珍惜，咱这边 A、B、C。哦，风险拢有甲分开啊！是，我来即马来问一个吼，咱听的，你啥若感觉是无可能？无啦，因为咱就是有3条命嘛。平均啦。啊，不过总是3条命有一个上较把握的嘛。无，咱拄则拢无把握，就是那拢是老实，是。啊，那咱的乐婷，恁知影手头闲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敢若无钱啊，然后手就按的啊，然后无钱要开无钱安尼。是，所以阮嘛是用学的啦。啊，即马就甲足孤单的，足孤单，就是去海边，家己一人佚佗，迄个陀螺，足孤单，足孤单。哎呦，迄画面足可怜，可怜。是，后来这边 A、B、C， 这边一个 B， 咱来看一个哦。好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好来，麻烦 A 甲 C， 请一个失败。这肯定是给无效果哦。是，什么意思咧？现主持人搁白手咯。无唔对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个干乐吼就是陀螺啦吼。啊，咱若要拍干乐吼，爱伫定的涂骹才会拍的。哦，涂骹足定，你才有法拖，因为伊爱洗嘛。啊，你若软伊袂洗。啊，你海沙煲是软的，所以咱拍干乐若伫海沙煲哦，伊就袂当洗，无可能断，无可能洗。啊，咱台湾人讲无袂当洗，就是歹当洗，就是讲周转不灵啦。嘿啦。哦，啊，你卡去你要共借钱借无，啊，你家己嘛无钱，安尼手头闲啦。所以咱讲，伫海沙煲拍干乐是歹当洗，安尼就是无钱通开的意思，所以就手头闲的意思。所以讲是手头闲呐。对。哦，是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哎，袂歹哦。有希望，起码上尾一个希望啊。好，请起。等下哦，咱真正要拼输赢哦。加油加油！袂当讲生笑啊。上尾一题啊。吼，是刚结尾呢。 2万哦，2万哦，看。像赢着像的摕奖金嘛哦。好，来准备好啊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
请问豆豆啊是做代志慢慢啊来的意思，啊你敢知影甲倒一个词意思共款呢 ？A 聊聊啊 ，B 啉啉啊 ，C 花花啊。是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确定。哦，有人确定有哦，人确定哦。讨论的不好。这边我都唔知啊哦。就这样，相信你，我们好了。是，哎呦，来哟，有人就有把啊无，有人带咧等哦。 3、2、1，好，来，加油！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真正有影哦，聊聊啊哦，哎，是，这边的是安那足确定答案。诶，伊讲伊的阿嬷拢是安尼讲的。哦，聊有阿妈陪你做见证，哎，我感觉就较正确一点点，哦，迄分数可能较悬一点点。阿妈拢安尼讲是拢讲什么话？做大家聊聊来。哦，刚刚有听过呢。聊聊啊来，聊聊啊来，是哦，这边是阿嬷有安尼讲哦，这边是不是阿嬷嘛？是安尼讲。阿公讲，阿公讲诶，无啦，阿公来，过啦。阿公有讲这过吗？无啦，我是客你是人。有的吗？我有诶，阿公有听过啦，就讲敢若咧讲话的时阵，慢慢啊讲啊，慢慢啊聊迄种感觉。聊聊啊来，聊聊啊来，嘿。豆豆来的意思。啊那万一讲吼，拢唔对这边的，嘿啊，对无？拢无，啊就拢无，啊对无？咱就知影讲送一万对赢。 5000，嘿啊。啊，毋过若是拢共款，答案拢共款，安尼咩安怎？哦，咱制作单位有讲过，若是拢共款，就一边摕2万。安尼真有定哦，全班都对啊。是哦，吼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 老师甲阮救济，2边拢足熬的。来，老师，好，咱台湾来讲慢慢啊，有足侪讲法，除了我讲的慢慢啊以外，哦，咱第一步讲这个豆豆啊，哦，啊，咱的答案讲聊聊啊，这拢是慢慢啊意思，还有讲看看啊，啊，拢是共款，拢是，所以看看啊，慢慢啊，聊聊啊，豆豆啊，拢是慢慢啊意思。啊，所以因这2个意思是共款，啊，不过豆豆啊可能较接听到啦，哦，啊，聊聊啊。 较无遐直接听到，但是我哪有人安尼讲，所以这4种拢是时常听到的讲法。啊，老师借问一下，啉啉嘛是啥物意思？啉啉嘛就是要挖要挖，哦，啊，但是还未到位。像我咱讲，即马啉啉嘛，哦，你讲迄个物件偌重，敢有1斤讲啉啉嘛，就差出来1斤，安尼，还是讲你唔通行到遐尼啉吼，伤啉吼，你会跋落去，讲哦，你徛遐啉啉嘛吼，你要一个无拄就跋落去啊。哦，伤哇，哎，就差一丝啦呢。是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上紧张的时候就看时间，看咱的分数啊啦。来，分数要安怎？咱2边拢是一条命啦，嘿，所以本回合吼，咱水喷喷哦，5000搁加2万，即嘛是奖金25000块。好，啊那咱这边巧巧啊咧，人巧巧吼，原本是1万加2万起嚟了，就是3万块的奖金。所以讲，咱这边会使来去摕奖金会咯。当来去摕奖金。哈，好，咱不要紧，咱同齐甲因加油啊！唔知当摕到转去无，咱都唔知影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进来去咱的俗语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咯！哇，咱奖金偌济？咱即马奖金有3万块哦。3万块，所以讲3万块是几票？就是30秒的意思。30秒，安尼咱通甲加一个无？好，咱搁加30秒好吗？变60秒。 60秒啊！对，只要卖扣掉恁家己的30秒，1秒换1000。你第1位对无？来，第2位、第3位、第4位，请排落，排一排。来，好，好，同齐看，同齐好看。来，几票几千哦？来，请开始。
一支草怎？好，接下来，接下来我这里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水姑娘拼奖金，这回合拼3万块，会当摕走偌济奖金嘞？来，请开始。一支草怎？好，接下来，接下来我这里。恭喜不是这个地。哎呦，什么？一个囝。啊，过来，嘴巴什么腰？目睭，腰，嘿，对，起来，过来，来，拍好俩三安怎？亲兄弟，啊，起来，亲兄弟，啊，进来，西瓜怎？大兵，哇，大兵，你们大兵，你们兵啊，第二哇，兵，这里哇，不是这里哇，哇，大兵，这里兵。一支草一点落水，大家拢知啦，因拄那嘛饲足紧的啦吼。然后每一支草拢会得到一滴露水，这就表示讲天公是对大家拢公平啦，袂讲有的草有露水，有的草无啦吼。所以就是讲啊，天无绝人之路啦。是。吼，过来讲一个囝生一个囝，就是讲明明都无咧代志，啊你凊彩听人讲一声，啊你就搁编另外一个故事出来，啊咱讲这个吼，人若讲一个囝，伊就生一个囝，吼啊过来。嘴饱目睭枵，你明明巴肚咧食饱，啊，但是你看到物件佫想要食，就是讲你足贪心的啦，吼，过来拍好俩亲兄弟，去做一寡危险的情的代志是爱会当团结，会当心和齐，才会当甲代志完成。啊，你若亲兄弟吼，因为有感情嘛吼，感情较深，所以要甲这代志做好好，就较会成功啦。吼，啊，过来上尾迄条因用上侪时间呢，就是同款的错误，一直重复，都唔对，知影唔对，啊，搁试同款，搁试这个，搁试这个，搁试这个，就是迄个我，一直嘿，对，迄个我已经试4、5摆拢唔对，搁同款搁试，拢我相信讲唔是迄字啦吼。我是咧倚靠伊，才是我啦。啊，咧依偎的偎吼，迄唔是咱台语的字啦。吼，迄大家拢写唔对，不过迄个字是错误的字。吼，啊，迄个字你唔对，啊，不过你拢我相信讲迄字唔对，啊，伊直甲中复差。对。迄个字啊。我大饼哦，大无问题啦。迄个饼哦，唔是边啦，是板。迄个板就是，咱若看迄个古早字吼，迄木吼，木起个字吼，你若对中甲破开吼，一边叫做板，啊一边叫做片，哦，啊迄个其实就是合起来就是一个木啦，一个板甲一个片两个合起来是一个木啦，吼，啊你就对中甲切开，吼，啊就是迄就一边嘛，咱等于讲切做2边啊，所以。就是这边那边，所以这个才是台语的边啦。好，不要紧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啊，搁有安尼搁有机会再过来啊。后回再过来啦，嘿嘿嘿。虽然2边拢无得分，不过咱嘛是爱来去颁奖。哦。颁奖啦！袂歹，虽然2边哦拢无奖金，但是迄精神拢搁有。是啦。啊，即马咱来学的吼，就是阮吼嘛是阮的 app， 吼像阮这金蕉，吼金蕉这就是阮内面 app， 诚侪拢是咱台语的正字。是。啊，你若要学，就通去学，啊，不要紧。唔通失志呢，通啊搁报名啊，对不？袂，无定着恁后抓来的时阵吼，奖金是4万呐。对啊，一直起你哦。嘿啊，好，今日啦，真正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来，播声感谢咱罗公行老师多来咯，辛苦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变台语，欢迎大家。